喺香港搭車咧，我哋就會用一張八達通啦。嚟到台灣咧，咁主要嚟講有兩種嘅，一種叫做悠遊卡，另一種咧就叫做一卡通。咁只不過咧喺台灣嘅南部、北部啲小店消費上有少許分別。如果作為交通加搭車嘅話，捷運、高鐵、台鐵、公車方面咧，消費咧係一樣咁方便嘅。咁兩張卡大致上嘅分別就係冇乜分別。而兩種聰明卡咧，經常性會出一啲特別版或者聯乘嘅樸數法啦。咁我手上呢隻咧就係我今日多手買咗嘅數碼暴龍特別版。大家都知啦，手持呢部數碼暴龍機咧，就係被選中嘅細路。而呢部橙黃色就係主角太一所用嗰部數碼暴龍機啦。3個按鍵咧真係可以撳到喎，不過咧就冇實際嘅硬件效果。佢係一張普通嘅悠遊卡咁用。充咗值之後咧，可以去便利店買嘢食啊，可以攞去搭車。1比1複製咗一部數碼暴龍機一個遊戲機嘅 size， 不過就重量方面會比較輕身少少。咁仲有一個扣啦，咁方便翻嚟扣翻啲背囊啊、袋都方便你使用。嚟到攞出街實戰應用嘅環節啦，咁啱啱全家攞去充值嘅時候咧，其實拍低俾大家睇，唔緊要。咁而家咧搭車入閘，咁俾大家睇睇部機嗰個燈效。揸住部咁有型嘅悠遊卡數碼暴龍機咧，滿足晒中二病嘅我。每次出閘咧，佢個畫面上面都會出現一個數碼暴龍嘅。連動漫主題太中二病嘅你咧，不如睇下呢隻尖叫雞，一樣都係悠遊卡攞嚟搭車嘅，真係問你死未？